2015年。係啊，2015過多幾日2016添啦，過多2個月啦，2月新年啦，年尾流流。唉，你記得嗰張水費電費單啊，爸爸？1年難過又1年，今年點過？唔該晒啲幫手，我哋有一則短嘅宣傳。國米豬年推介齋齋甜品租加租被逼遷。位於佐敦開業近40年嘅齋齋甜品，今年首度榮獲米豬年推介，原本應該值得高興嘅，點知轉個頭又傳嚟壞消息。業主因為要大幅加租1倍，由10萬去到22萬，結果負擔唔起，就最終被逼遷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訪問下現場嘅食客先。做乜嘢啫？睇電視你都咁唔滿意啊？我哋間鋪啊，加租50%啊，都知點過啊？香港人電視機都有做啦，來生不做香港人啊嘛。生活我哋冇得揀，加租冇得揀，睇電視我咪冇得揀啦。我都係一個忠忠直直嘅小生意人，我想有一個細細嘅地方，一家人可以好好咁生活。點解連個咁細嘅屋間都唔俾我哋啊？係咪要逼死我哋啊？爸爸，人生有時真係唔係我哋控制到，唔係樣樣都一帆風順。以前災難我哋都過到，今次我哋過到㗎。係喎，好似打機咁啫嘛，過唔到關又點啫，咪重新嚟過咯。爸爸，係咯，我哋重新嚟過，我哋成家支持你。真係咁易過咩？爸爸，今日係聖誕節啊！其實咧，聖經裏邊都有啲人，佢哋都試過一啲意想不到嘅難關啦。神俾人嘅救恩係我哋估唔到噶嘛。就好似以前啲以色列人，佢哋一直都向往住先知講嗰個彌賽亞咧係會打敗羅馬政府，不過耶穌都冇咁做到啊！呢啲都係我哋估唔到㗎。咁樣啦，我哋一齊眯埋眼，想像一下喺好耐之前有個地方叫做伯利恆。喺後夜，有人大聲呼喊：預備主嘅道，修直佢嘅路。一切山窪都要填滿，大小山崗都要上嚟。彎彎曲曲嘅地方要改為正直，至於高高低低嘅道路就要改為平坦。喺地上面凡有血氣嘅，都要見到神嘅救恩。